你曾经参与过什么活動？唔識參加過乜嘅活動？唔識參加過乜嘅活動？唔識參加過乜嘅活動？我曾經參與過划龍舟比賽。我識參加過爬龍船比賽。我識參加過爬龍船比賽。我識參加過爬龍船比賽。我曾經參與過苗栗童話季。我識參加過苗栗童話季。我識參加過苗栗童話季。我識參加過苗栗童話季。中秋節你要吃什麼？8月班唔愛食乜嘅？8月班唔愛食乜嘅？8月班唔愛食乜嘅？我要吃月餅。我愛食月花餅。我愛食月光餅。我愛食月花餅。我愛食月光餅。我愛食月花餅。我愛食月光餅。我要吃柚子。我愛食柚味。我愛食柚味。我愛食柚味。我要吃麻薯。我愛食糍粑。我愛食糍粑。我愛食糍粑。今日嘅課程當地文化篇，當地文化篇就到呢位了。客家廟的學員，我係主持人李嘉，唔知大家都好為忙啊，行忙好為咩冇相關，做啲強下來複習。唔過更加重要嘅呢，我繼續來收看客家廟的學員，有當到精彩嘅課程分享俾大家哦。客家廟的學員就老大家講，再來了，拜拜。